至於肉馬，我係相當唔滿意噶，睇落豐富，食起身咧卻有啲敷衍啦。呢餐兩個人合共消費100蚊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莊園 feel， 又係日常喺 Chewy 飲到天光啦，乾脆咧就再堅持一下，試一試呢間大佬想食好耐嘅阿肯沙茶麵。有意思嘅係呢間店咧唔單止每週一禮休啊，而且其他日子啊都係間歇性營業。翻風落雨唔開，天氣太熱咧都唔開，有時啊更加唔開，需要咧每日早上9點掃碼落單先知道自己食唔食得到啊！畢竟咧售完即止。其實店內在售嘅嘢咧並唔多，既然要試，咁咧就試一試店內單價最高嘅阿肯大胃王。9點11分落單成功嘅我，竟然已經係第8位落單嘅人啦。睇嚟咧，的確係有唔少人卡住時間9點鐘嚟落單㗎。實際開門營業咧係11點半啦，門店唔大，鋪內咧都係廚房區域，門前咧有幾張散台㗎。煮粉麵聽爵士樂，相當有個性啊！阿肯大胃王對比起隔離台嘅用一次性餐具盛放嘅時日大滿貫，我哋呢個啊睇落的確咧更為豐富。店家話咧呢個係大滿貫嘅升級加碼版，大約咧1.8倍，只能堂食不設打包。表面橙紅色嘅蝦油咧睇落咧就好有食慾啦。食麵先飲湯，湯底嘅沙茶味唔錯噶，甜度唔會過高，花生醬味咧比較清晰，醬感偏重。期待中嘅海鮮味咧並唔勁，好在蝦油咧足夠香，我會期待佢可以再鹹啲啊！湯汁咧都可以好好咁依附喺鹼麵之上，而且鹼麵啊對湯底都有一定嘅加分噶，令湯底咧變得更結一啲，可以產生濃稠嘅表象。肉馬嘅話咧，今日呢份咧係油炸鬼、鵪鶉蛋、蠔仔、白蝦、魷魚、瘦肉、魚蛋、肉卷同埋沙甲啊！要我講嘅話咧，除咗蠔仔同埋魷魚，其他肉馬咧都好跌鑊噶，主要係咧選品同品質都有啲低。油炸鬼咧已經冇脆感噶啦，鵪鶉蛋咧不過不失啦，蠔仔個頭唔錯噶，就係咧冇乜蠔味、金屬味同礦物味都基本食唔出嚟，估計咧係湛江蠔或者咧係雨山蠔。白蝦個頭咧比較細噶，而且鮮度一般般，肉同殼咧係有啲分離噶。魷魚嘅脆感唔錯，甜度係有嘅，但唔多。瘦肉咧係接近零處理嘅，食起身咧非常乾柴，冇任何底味。但凡輕度醃製啊，口感同味道都會好好多。魚蛋同埋肉卷嘅選品係我認為呢一堆肉馬之中最差噶啦，口感削劈劈啦，肉嘅含量偏低，可以食得出咧明顯嘅粉感。沙甲個頭咧都非常細嘅，然而佢卻係呢堆食材入邊嘅鮮味擔當。不過咧就係食嗰陣咧要小心啲啊，因為咧吐沙嘅狀況唔太理想。沙甲嘅學名咧叫菲律賓廉甲，都有人咧叫佢做蜆噶，有住明顯嘅坑紋，手感粗糙，花紋變異多樣，價格低廉啊。一般嚟講，肉質咧比油甲更加韌一啲，鮮味咧都弱唔少噶。呢餐兩個人合共消費100蚊。有講一句，呢間咧喺網絡上被大家盛讚嘅沙茶麵喺湯底嘅方面咧，並唔算令我失望嘅，蝦油同沙茶味都幾唔錯，但味道咧就冇大家講嘅咁濃厚啦，或者咧有唔少食客都將湯底嘅結感歸結為濃厚，但其實咧嗰啲只係鹼面釋出鹼之後導致嘅結啊。至於肉馬，我係相當唔滿意噶，睇落豐富，食起身咧卻有啲敷衍啦。食完嗰陣咧12點21分，鋪頭咧已經逼滿咗等候嘅食客，偷聽咗下，唔少咧都係衝住呢個相當有個性嘅營業時間同埋落單規矩嚟噶。呢個現象應該用咩詞語嚟形容好呢？自費自願嘅 feel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，踴躍參與啊！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，人生積極，好嗎？